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今仔日我要来给大家介绍的歌曲是《天乌乌》，不是迄条华语的流行歌曲哦，是囡仔歌的《天乌乌》。娃娃 TV。这首《天乌乌》是台湾一首足有名的囡仔歌，相信足侪人应该拢有听过吼。不过，恁讲知影这首歌是在讲啥话咧？唔知影无要紧，等一下 Lisa 来讲互恁听。即马咱先来看这首歌的歌词。天乌乌，买落雨，阿公啊举地头啊买骨乌，骨啦骨，骨啦骨，骨着一尾旋流果，伊呀迄道真正趣味。阿公啊买煮咸，阿嬷买煮正，两个相拍拢破鼎，伊呀迄道弄动七道枪，哇哈哈，哇哈哈！举就是用肩胛头搬物件的一个动作，亲像举火，啊低头就是这啦，用来做田挖物件的工具，毋是这个低头哦。好，啊骨就是用低头在挖土的一个动作，这就叫做骨。啊旋流果咧，就是一种身躯骨骨足歹掠掉的一种鱼仔，伊有另外一个名，可能大家较有听过啦，叫做河溜。好，啊咸，大家应该拢知影是啥物意思吼？就是咧形容有放盐的物件。啊正咧，就是咸的颠倒饼，就是无咸也是无遐咸的意思。好，这首歌就是咧讲有一位阿公，伊伫一个特别落雨的暗时，举着伊的猪头要去掘蚵仔来做暗顿食，伊就伫遐掘啦掘，啊掘啦掘，掘半步掘甲大粒瓜细粒瓜拢掘无蚵仔啦。毋过趣味的是，伊竟然去掘着一尾旋流果啦！哦，真正是有够好诶，下暗会当食较青草诶啊哦。这阿公着赶紧走转去厝里，要叫因某煮互伊食。伊转去就讲：老爸，你看我掘着一尾旋流果咧，咱下暗红烧来食，豆油放较济呢。这阿嬷就讲：莫啦，咱拢有岁啊，莫食遐咸啦。这无讲无大紧，一个讲两个人意见袂合，煞伫遐冤家相拍。迄鼎仔伫遐抽过来，抽过去，抽过来，抽过去。我要煮咸的，我要煮正的，我要煮咸的，我要煮正的。一无细哩，鼎仔煞去讲破去。哇，两个人拢脑xuất啦。虽然是安尼，毋过两个人煞无继续冤家，煞是哇哈哈的笑出来啊！这原本紧张的气氛，伫遐咧互化解去啊！这就是阿公阿嬷的智慧啦。好，安尼大家都有了解这首歌在讲啥吼？咱搁来念一摆歌词哦，大家会当做伙念哦。天乌乌，买落雨，阿公啊举地头啊买骨乌。掘啦掘，掘啦掘，掘着一尾旋流果，伊呀迄道真正趣味。阿公啊买煮咸，阿嬷买煮正，两个相拍拢破鼎，伊呀迄道弄动七道枪，哇哈哈，哇！哈哈！好，大家拢会晓念啊吼，卖当手看卖哦。我是 Lisa， 今仔的影片就到这，若是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来买一把起赞，搁来分享出去。也袂另外观众朋友买一把是只电话咧，看不要新运动安尼，就输入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嘛，为一 Lisa 会员这都已经开始了，欢迎大家入来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咧 ，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follow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后一个节目再会。